大家好，今日由我沙飛班陸詠瑤為大家推介一本好書，唔知大家有冇賴床嘅習慣呢？係咪要人哋叫你起床呢？如果冇嘅話，你就真係一個好孩子。而家由我為大家推介一本好書《起床啦，皇帝》的主角，皇帝就冇你哋咁叻，佢年紀少少就登記咗做皇帝。但係佢經常唔願意起床，遲咗上朝，搞到工作個人要幫佢刷牙、洗面、換衣服等等。大臣都因為他遲到而唔鍾意佢，直至到有一位皇帝認識咗一個朋友後，佢就改變咗一個壞習慣。究竟佢係邊個？佢嘅朋友用咩方法嚟改變佢嘅壞習慣？想知道就喺呢本圖書度揾到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